喺上一個世紀80年代，天主教嘅倫理神學家就盛行討論一個問題：基督徒嘅倫理同非基督徒嘅倫理有啲乜嘢唔同？唔少認為彼此嘅倫理實質上冇乜嘢唔同。比方你寬恕別人，人哋都可以寬恕。孔子亦都曾經總結自己嘅倫理，就係用個恕字，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佢呢種講法，聖經都有類似嘅。比方聖經就話，你想別人點樣對你，你就先點樣去對人，好類似。一個就係啲唔好嘅嘢，你唔好加喺別人嘅身上。一個就係話啲好嘅嘢，你首先施加俾別人。今日聖家節，當然我哋會講家庭，我哋可以問同樣類似嘅問題啊。基督徒嘅家庭同非基督徒嘅家庭有啲乜嘢唔同？當然有啲係可以係好表面嘅。我哋基督徒嘅家庭有啲宗教嘅標誌啦，比方我哋會掛個十字架喺屋企啦，喺門口有啲宗教嘅對聯啦。呢個係我去大陸嘅時候見到唔少基督徒嘅鄉村，好喜歡將一對宗教嘅對聯放喺自己門口。比方我哋會有屋企有聖像啦，有聖經啦，呢啲的確非基督徒嘅家庭係冇嘅。有啲宗教嘅行為啦，比方祈禱啦，天主教徒去參與感恩祭我哋去避靜啦，去朝聖啦，呢啲都係好唔同嘅。但係倫理行為上面有冇啲乜嘢同別人唔同呢？咁我就會話基督徒嘅倫理能夠加上一個信仰嘅幅度。比方好清楚動機、場景、力量能夠同別人唔相同。我哋睇下幾篇讀經俾到啲乜嘢啟示我哋。有一篇讀經嚟自德訓篇，作者開始就話天主願意，呢個就係動機、場景、力量所在。佢跟住講孝敬父母，呢啲幾乎所有文化都強調應該孝敬父母。中國人特別喜歡講呢一樣嘢。中國人嘅人倫關係正正係建立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有良好關係上邊。基督徒會加上一個信仰嘅幅度，因為天主願意我哋咁樣做。如果我哋做嘅時候會得到天主嘅祝福。今日德訓篇就會話啦，呢啲天主嘅祝福好具體嘅。我哋孝敬父母嘅時候，能夠補贖我哋嘅罪過。呢啲係我哋做咗一啲唔係咁好嘅嘢，憑住我哋孝敬父母可以補贖呢啲過失。對於一啲還未發生嘅，我哋能夠戒備罪惡。我哋嘅祈禱會蒙天主應允，天主會使到我哋有喜樂，使到我哋能夠享長壽，得到佢嘅安慰。呢啲都係一啲宗教嘅幅度，的確能夠俾人動機、場景、力量去實行孝道，建立一個有愛心嘅健康嘅家庭。第二篇讀經嚟自哥羅森書，保祿先提醒哥羅森嘅教友注意下自己唔尋常嘅身份。佢哋係天主所揀選、所愛嘅聖者，有咗呢個基督徒特殊嘅身份，保祿先至要求佢哋喺倫理上有表現，憐憫、仁慈、謙卑、良善、含忍、寬恕。如果我哋睇睇呢啲德行，能夠係出自人性嘅表現，即係話呢啲德行人人都能夠有，人人都能夠知道嘅，但係為乜嘢人偏偏有時實行唔出嚟呢？就係缺乏一啲動機、場景同力量。
所以保祿就立刻加上一個信仰嘅幅度，佢話主點樣寬恕我哋，我哋要點樣寬恕人，即係話基督徒當我哋意識得到十字架上嘅主點樣寬恕我哋立刻產生動機同力量去寬恕。的確，當我哋想起耶穌十字架上嘅時候，話父啊，寬恕佢哋啦，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嘢嘢。憑耶穌呢啲咁樣嘅表現，為我哋能夠產生好大嘅動機同力量去寬恕。至於基督嘅平安、基督嘅話、感恩嘅心，都能夠俾我哋一啲場景，提供力量，加強我哋嘅動機。總之，保祿話，無論你做乜嘢嘢，一切都因主耶穌嘅名去做。呢個就係動機。呢個係實行善行力量嘅來源，呢個正正係基督徒同非基督徒倫理表現唔同嘅地方。非基督徒能夠話退一步就海闊天空，但呢個就係退一步係困難嘅。基督徒能夠從基督身上攞到動機、場景同力量去退一步。第三篇馬竇嘅福音今日提到聖家走難到埃及，去到埃及聽到黑落德死咗，又由埃及翻去以色列，翻去以色列又聽到阿爾克勞繼承咗佢爸爸黑落德嘅皇位，就害怕被迫害，都逃往北部納匝肋呢個地方隱居喺嗰度。整個記載一方面可以話應驗先知嘅話，我從埃及召回我嘅兒子，耶穌就成為新嘅梅瑟。梅瑟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翻去巴勒斯坦呢個地方。耶穌而家帶領新約嘅子民離開罪惡，進入咗一個唔會失去嘅天國嘅福地。呢段聖經可以幫助我哋基督徒嘅家庭以信仰嘅幅度去反思家庭所遇到嘅困難。當我哋家庭遇到困難嘅時候，唔好只係會埋怨，唔好只係問為乜嘢呢啲咁唔好嘅嘢發生喺自己身上。慈悲嘅天主唔免除我屋企所遇到嘅痛苦，因為天主對聖家都冇免除佢哋遇到嘅困苦。天主子耶穌一出世就遇到黑落德嘅追殺，佢做過逃難嘅難民，佢遠避去到埃及，還未定居又要翻去，整個你可以話嬰兒嘅時代顛沛流離，居無定所。聖家嘅苦難造就咗救贖嘅價值，基督徒應該相信呢啲能夠幫助我哋處理家庭困苦嘅問題。我哋反省基督徒同非基督徒倫理上面唔同嘅時候，我哋中國人喺五倫裏邊有三倫係喺家庭裏邊嘅，父子、夫婦、兄弟。我哋時時都會講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友弟恭。我哋都知道應該係咁，為乜嘢好多時做唔到呢？就係缺乏咗動機、場景同力量，而基督嘅信仰就提供呢一方面呢種信仰嘅幅度，使到我哋能夠深深感受到自己係俾耶穌基督釋放。所以如果家庭和睦嘅時候，我哋感恩感謝天主嘅賞賜；當家庭不和嘅時候，不妨求聖家幫助我哋，求聖家釋放我哋。遇到家庭裏邊有啲困苦或者發生嘅不幸嘅事，不妨向聖家學習，學習裏邊有天主嘅旨意。聖家嘅十字架為人帶嚟救贖，我哋唔好只係停留喺埋怨、質問天主為乜嘢嘢，質問
只會使到你苦惱，並冇解決你嘅問題。不妨我哋相信家庭裏邊所有嘅十字架，總能夠有救贖嘅意義，係依賴耶穌基督嘅人先至會領略到。承行天主旨意就係基督徒家庭向聖家學習嘅地方。聖家的確可以提供動機、場景、力量，幫助我哋去解決我哋家庭嘅問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